小人有事禀报：南山陵墓甬道坍塌，君王还在里面。快点！快来了！快点！还有，主子，快点！主子，小姐你不能去，小姐。 快过来！主子，快点！主子，来人！赵王殿下，找到人没有？目前救出的伤者中没有君王，恐遭不测。重点是甬道，给本王挖通它，务必找到君王。明白。你们几个那边，你过来，快点！是，快！主子，这边，快点！ 殿下，快！阿姨，阿姨，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说，阿姨。龙王爷，青灵这次要是没了，我要你赔葬！姑娘，姑娘，你不能去！你放开我！你不能去！李千良跟我求，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呢！你这样一声不吭就想走吗？你放开我！不行，你要死也要死在我手中！你放开我！李千良，你出来！你儿无心的混蛋，无赖，王八蛋！你写的字我一个都看不懂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你出来啊！你给我出